大家除了在音乐文艺上面的享受以外，更是在心灵上面、灵性里面经历了一个丰盛的研习。我们的音乐会也到了尾声了，再一次的祝福大家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活动，今天的这样的音乐和中间诗歌的信息，经历到一个充满喜乐、平安的生命。接下来就再由我们的联合大师班为大家带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《祝福》，谢谢大家。